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昨早起发生伫个新北市土城的凶杀案。这个嫌犯伫个大街路边，甲伊太太、甲太太的小妹抬死。早起，家属甲检察官到殡仪馆验尸，这死者的爸爸是扣甲软骹，落车就爱人扶。这个爸爸是痛哭来化工，哪会遮尔啊残忍，一改带走2个。新北土城杀车案死者老爸靠甲人倒伫车顶，拄爱人扶，才会当勉强落车，准备要去殡仪馆上验。那今仔靠死者老母10分的悲痛，想袂到会失去2个查某囝。什么可以给他交保？要收押什么给他交保？那个小的哦，那个干女儿今年才结婚呢。死者的客爸客母嘛有到现场，昨早起新北市土城发生的杀车命案，姓张的太太甲因小妹参死伫姓谢查甫人的盗陷，家属甲检察官以及法医到殡仪馆上验。姓谢凶嫌残忍杀害太太甲姨仔，死的画面被公开，同时直接弄乌多摆，连边仔乌多摆嘛倒规排，所以赶紧冲落车行凶，嘛毋知边仔还有人甲车。行凶把大讲甲猫类，连刀柄都拢拿去，可见真粗残。嫌犯入到警察局，嫌伊假口，嫌伊又搁正常，企图要脱罪，伊毋过无图改变杀害2名的事实。做完笔录后，被依照杀人罪移送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